過去幾年我去南沙應該超過100次。我哋有一個諮詢委員會，呢個喺整個中國內地嘅範圍內咧，係第一個我倡導發起辦嘅仿照香港特區政府諮詢業界嘅一個咁嘅諮詢平台，全稱咧叫做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咧喺5年前成立，整個諮詢委員會嘅工作發展得非常快。從原來嘅6個工作組發展到今天嘅14個工作組。我哋準備新增3個工作組，養老啊、生命科技同埋獸醫獸藥咧。大家知道香港同南沙作為一個粵港合作重大平台，嗰個合作個潛力確實係非常之大。我好多時咧陪香港朋友、外國朋友去南沙參觀考察，咁多年嚟咧累積咗我一張叫做點心紙。好多朋友問話，喂比較深入、比較全面咁睇南沙，讓我哋可以更好去構思香港點樣同南沙嘅平台上合作咧？咁需要幾長時間？我話你冇1個禮拜時間睇唔晒。意思就係乜嘢咧？大家要經常翻去睇。如果你唔知道對方嘅南沙，唔知香港唔知道南沙嘅所需所長係乜嘢咧，我哋嘅合作就無從談起。都希望聯會能夠多啲組織大家去南沙現場睇，眼見為實，百聞不如一見。